即摆这个时节，应该是台南农家的竹笋大出的时阵，但是拄着大旱，今年的采收量敢若剩旧年的2成。另外，这个梅岭本地今年梅岭的产量，也是这10年来上好的一届，偏偏就无雨水，生袂大粒，即摆拢细细粒啊一粒啊，只有5块银角的大小。若是阁无落雨，恐惊会损失惨重。 即马是竹笋收瓜季节，毋过笋农来到竹林内底，毋管安怎学，就是学无笋啊。真无简单发现，就拿学着黄金共款，真有价值。一支就较水啦。台南农家的竹笋品质真好，毋过今年酷旱严重，作物的成长嘛受到真大影响。笋农采收的状况和旧年相比，敢若剩2成，产量减少，价效嘛对咧飙悬。往年的话，竹笋大概1斤是280到280左右，那我们今年价格是可以到达是310元。即马想要食到笋啊，爱开袂少钱，要等真正大出，就要看天公伯意思。因为伊若无水，这笋啊是瓜摇摇哦，定壳壳。水情严重，台南的农作物连续受到影响。来到台南梅岭，农民手的质量足细。小 S。今年梅岭的产量是这10年以来上济一摆，不过生果较济嘛无效，无雨水，果子就是发袂大。小小的一粒，敢若5块银角的大小，价效嘛真歹。正常来讲，今年街头有伫咧50块的硬币的大，啊，毋过进头落去伫咧5块的硬币的。 很细粒，所以吼，我也真忧心。梅农和笋农烦恼生理受到影响，靠天食饭的农民，敢若会使拜托天公伯啊，赶紧落雨，互大地解水淡，嘛解除欠水的危机。